在干嘛？暴龙技术米高固，大家好，我是史密，今天来教大家阿美族刺绣。首先，刺绣要10支布，到时候大家如果有拿到这件刺绣机的话，有一款就是附有10支绣的，我会到的口袋，所以把这个造型拿出来。然后呢，这是10支布，稍微看到上面有很多点那个筋跟尾线哦，筋跟尾交错的地方，那个地方就是我们要穿针的洞，这是10支布。好，然后刺绣再来就是要有针，就是这个是针。然后绣针有跟缝针不太一样，因为绣针的头是钝的，所以基本上手不会什么受伤。通常刺绣有一种很奇怪的配色特别的配色，不是奇怪的配色，就是我们很喜欢桃红色，所以我们这次的绣线就用这种桃红色，当然不是绣这整撮这根本上不过去。好，这是给大家看是这个颜色，然后我们从里面抽取出一条，这个就是我们的绣线，然后要来绣。穿针有穿针的辅助器，大家自己想办法的。但是基本上只要穿过去，其实穿过来了，然后两边对称，比一下，它应该是对称的吧？线头对称有没有？然后刚好针在整个线的中间，顺一下那个线，就是2条线哦。对，我们要缝呢，要图案。阿美族很酷，图案通常都不打草稿的，看图做图案。我们现在有一个介绍的放大版本的情人带。我们要缝的是这个里面的正方形，有没有看到正方形？一个一个正方形，一个一个嘛，就是这个。这是我们的刺绣里面最基本的，几乎每个刺绣图案里面都会有这种正方形，正方形里面的图案都不太一样。基本上我们用这个当做我们的基础，我们来绣这个图案。从这边开始，中心点通常是这样对着，这样找一下那个中心的位置，这样子就可以找到大概在什么位置是中心点的。大概是这边是中心点嘛。然后从正方形的角，在这个地方开始起针，这边